请二寨主。参见二寨主。抓地虎，把探大王之事怎么样了？二寨主容禀，只因大大王持酒带醉下的山去，在青石板上打睡，不想被夏府将拿到帅府厅，就要押往京都问罪去了。不好了！我来问你，押解大王打从哪里经过？必打那白水滩经过。钟楼兵，带马泊水滩去者。
汤水困飘落。不逾期。此有练就全身无疑，弟兄且拜排行事宜，人称俺十一郎。众家各地下得山来，一个个丰厚的丰厚，拜相的拜相，唯有俺木于其不信然并殿中，多蒙陈老学大舅，如今病体痊愈，为此备得斗面前去朝谢。天哪！天！也怎曾困杀英雄也？也让一语出雷同。大风战的是上秋红，骑兵二寨主来到白水滩，埋伏了。
身纳贤，待俺登高一望。败走关闭，后面追赶，一伙强人。我想一人怕了一人，也就是了。为何苦不苦的追呀他？罢！待俺赶上前去，打他一个抱不平！啊呀！忍气吞声是君子啊！见死不救是小人。
汉人，回山。壮士尊姓大名？在下沐浴姬，请问公子上姓？在下刘仁杰。请问公子，方才那一大汉他是何人？他乃江洋大盗青面虎。哦，他就是青面虎。壮士，此地不是讲话之所，你我酒楼一叙。俺有要事在身，该日再叙。好，该日再叙。请。